继续要来讲纾困放松条件，各县市发放的效率也是增加。行政院1万块的纾困金开办到今，也是风波不断。尽管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出面来道歉，嘛来承诺，让民众上大的方便，嘛会快速来审核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宜兰县甲新竹县也是认为自家审查有困难，担心会发唔到去，要来担责任，所以也是一分钱拢无发出去。就算是号称全国的发放率上界悬的台南市，目前嘛才发出到1成尔。你公司毋是要甲你开证明？民众透早就到宜兰县东山乡乡公所要申请1万块补助，不过即马一元无啥散。哦，存款也是一个。存款哈。通常都是没有工作证明，然后自己写契机。因为就是因为1月到4月疫情影响没工作。虽然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宣布讲，民众只要早身份证签设计书，其他由政府来处理，中央会负全责。也无基层议员会惊，目前依然新竹也未发放，嘉义县发放4万块，花莲市31万，高雄发放率4.4%。发放率上悬的台南嘛，加1成尔。那研商以后，一直到昨天晚上的10点多，那中央有最新的就是会议记录仪。那这个办的话，我们也跟同仁有一个保障，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在审核的时候在旁边注记明确的资料，未来能够更详实吼，那是不是能够落实，不要一变再变，造成一个困扰？县政府承诺讲，伫中央定准则了后，会赶紧处理发放纾困金。这场纾困之乱，就要靠中央地方同心，才有度让民众安心。